Hello， 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我哋視頻。咁呢條片帶大家睇一套呢，即係用三林海嘅價錢買3期中心位嘅3房啊。當然呢個樓層唔高嚇，係一個3樓嘅，但係採光光線係非常之好啊。因為露台係朝東嘅，個房係朝東南位嘅，係一個全新吉屋嚟㗎嚇。咁睇下我哋嘅露台朝向景觀先啊。露台朝東望出去景觀呢，就係望到我哋村民嗰啲村屋啦嚇，所以話個採光光線啊同埋通風效果係冇受影響嘅嚇，因為對面嗰樓都係比較矮嘅嚇，就係呢座高少少，但係唔受影響啊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一個全新吉屋啊，開發商交樓標準嚟嘅嚇，開發商交樓標準啊，客廳過翻嚟就飯廳。咁呢條罅咧就係有少少裂縫，業主就揾師傅修補咗一下嚇。呢個係小問題，唔係滲水嘅。對面咧就呢半上隔離咧就係2房個客廳嚟㗎嚇。嗱，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入門呢度啦嚇。入門嘅朝向咧就係西北啊，西北朝向入門嚇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後花園，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定做翻個鞋櫃之類嘅呢個空間位嚇。咁呢度咧就可以封翻一個窗啊。咁落雨啊，刮風落雨啊，就冇有雨水啊或者灰塵入到屋入邊啊。咁呢度咧就係近花園。咁呢啲86方嘅咧門嘅後邊呢都有個凹位，可以做翻個儲物櫃喺入邊嘅嚇。咁呢度咧就係廚房位咧對面。廚房係個 U 字形㗎，呢邊可以擺翻個1.8米左右個3門冰箱啊，交樓標準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窗啊，所以光線係比較好嘅，通風效果整屋打開窗嘅話，通風效果係比較好嘅嚇。嗱，咁就跟住攝影師鏡頭嚟睇下我哋個房，3房都係朝東南位嘅嚇。嗱，呢度咧就係向東南位嘅，睇到山景啊，山上面嗰啲樓咧就係維港灣啊，維港灣。睇到呢就係32、33座、31座嗰邊啊，30萬我買3房嗰邊。咁呢度咧就係公室翻嚟嘅洗手間，都帶有明窗㗎。呢度咧就係細個客房嗱，所以睇到都有太陽可以曬到入嚟㗎，光線係非常之好嘅。嗱，前面呢度咧就係子幼房。雖然講樓層高嚇，但係客廳啊、房啊都有太陽曬咗入嚟嘅，所以光線係非常之好嘅，唔會有一陣噏味啊，有發毛之類嘅呢啲單位嚇，因為採光足夠好嚇。當然啦，要接受矮樓層嘅觀眾朋友咧，就可以重點關注呢個單位嚇。如果唔接受矮樓層啊，都冇計嘅嚇，因為呢個係硬性嘅嚇，3樓。但係價錢非常之平，26.6萬就可以攞低啦嚇。喺三林海都不一定買得到呢啲單位嚇。好啦，咁呢條片啊，大概內容咧我就介紹呢度，有意向嘅話 call 小王過嚟睇睇 ，OK。